你好，Waki。你好，Daniel。你打算去哪里度假？我打算去沙巴度假，你去过沙巴吗？还没去过。我会到这路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下个星期会去。我想与你一起去旅行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去沙巴。我听说那里有很多旅游景点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去沙巴取景。我们可以拍照片。好主意，然后我们可以分享。我有一个电子钱包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支付。我想买一个礼物给你。那太好了，我喜欢收藏纪念品。我们可以去购物送亲。好的，我也想看看那里的东西。我们可以去沙巴市场买东西。我听说那里有很多美食。对，我们可以去那里的饭。我也想看看那里的东西。我打算坐飞机去。我也想开车去。我们可以下个假期去。好主意，我很期待。我们一定会很快到那里。我们可以用当时差不支付。好的，我很希望这次旅行。好的。